看啥？他的无图节，咱们没许人去读书学艺，他的年开始接了，看了一生了，俺都抖音公司的往这切要了，要么这个往这切要了，要么抖音公司往这切要了，要么评论都往这切要了，要么抖音公司往这切要了，要么师兄都往这切了。他看了，别拆下了，你这个人别拆下了，俺都这个的，我呢看了，师兄100%也不的，你这个人来了，双手接起的。你的给的特别些的，这个我呢，他那个干那些是讲究好像是我的，听录音呢，他讲究是我的，师兄呢讲究是我的。他我们抖音公司俺就推给点呢，俺就给的点的，价格总在可以呢。我听你也给他这些，我听没这个留过嘛的，他这个呢，你的给了特别就是个，他俺都给了特别肯定是高的，俺都重新的给些给些考多的。我听没事，俺那就师兄的三年师兄以内的，这个以内的，俺都落队的，从来以内的，但俺都个基地是不是啊？哦，这个蒙当，你说就是我的，哦，直播带过这来说嘛，基地还是个租我的，直播带过租我的，这个师兄的蒙得过了，这个蒙得过了，他们抖音的往前要的，抖音的俺这个给的价格总在看的，对，你他们怎样嘛的，你的片子。还说当用嘛的，第一就是什么？俺就给的价格就在看的，猛起来呢，俺就个3年师兄的，我那场那个市场监督局谁都说，我那场那个315谁都说，我那场那提到了团队的程度，这个是蒙古当电商基地谁来说话，直播基地谁来，蒙古当看到蒙古这些说用这些没等过的，他们俺就推给没这个了。俺就这个马上推给这就没了，猛起来这个边我那推给的给一个双手去特别就是个的。第一就是什么？抖音的往前要了，到呢？第二呢，这个别下边呢，俺那这个他3年师兄以内的这个呢，提到我那场内的项目当然那学艺，当然是蒙古做业界，其实师兄的蒙古登个要的，他电商以内的，陆队以内的，直播带货以内登过的。他俺这个推给给你价格总在哪里呢？俺就刚才这个常规。其实很多目前干起来呢，俺都抖音给俺都蒙过的，抖音直播时间蒙过的，抖音给2个时间蒙过的。俺都我那对这些我那个的抖音公司的看不见你，我那场那个俺的看了现在嘛是呢，就是师兄的讲究以内的，3年师兄的讲究以内的，100%的他就是过去协议，听嘛说俺都提得上，但干些就什么，俺都个忙到错了，你好像全部接住，直播带过去就什么中午都干。我呀，现在的老师就什么干，后面电商写就什么干，这干会就在可以呢。这俺提的给是谁便宜？我提议就什么，俺那作为我那厂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315事业就是这抖音的存在就是这。